今天相聚在一起，一同来敬拜，我们也聆听上帝的话语。我想敬拜是从赞美开始。现在我们请引救小组以及不良敬拜团来带领我们唱赞美的诗歌。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殿中，不是偶然，而是因着神十字架的大能，是神的恩典拣选了我们。让我们一起站立，一同来赞美他。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你十字架，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主，我跟你走，往普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主，我跟你走，往普天下走，死因有故，紧紧跟你走。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陪着我，我还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开启我的眼，信心的双眼，看那天使天君在身边，塑造我的心，谦卑地聆听你的话语，深植在我心。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陪着我，我还怕什么？
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是说主我愿意，还是说主我不行呢？即使我们的心中会有软弱无力的时候，但我们的神是用笑脸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的神。愿我们的生命能够紧紧连结于神，顺服跟随他的带领，成为这地的祝福。你呼召我离开本地，我舒适的地方，心中会软弱，双脚会颤抖，但你赐我力量，我的生命献上在这祭坛上，预备自己被你扩张，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我愿顺服，我愿降服于你，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愿你满足，我愿意跟随你脚步，成为祝福，我要一生颂赞你名，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因我顺服而得福。我的生命，我的生命献上在这祭坛上，预备自己被你扩张，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我愿顺服，我愿降服于你，成为祝福，
的主，我们愿意献上生命，我们愿意跟随你的脚步，我们要一生颂赞你的名。慈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感谢，让我们有福分成为你的儿女，在这里一同敬拜、唱诗歌、赞美你。主啊，我们能够认识你，得着救恩，实在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福分。我们要献上大大的赞美，我们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和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道。也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求你用你的话来供应我们，使我们的生活侍奉都活在你的话语中。也求你来掌管我们的每一天，引领我们每一个意念，住在我们内心的深处，让我们明白圣经所说，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你我们无法做什么。帮助我们在侍奉中没有走在你的前面，而是紧紧地跟随你。也帮助我们愿意敞开生命，愿意奉献时间能力为你所用，常常与人分享你的爱，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福音的出口，引领人得救。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仰望你的手中，求你恩膏洪牧师有智慧的言语，使他说出来的话语句句炼净，带着圣灵的能力，也开通我们的耳朵，使牧师所传讲的信息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并且去实行。求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因为我们今天在聚会中能够与你相遇，能够经历你的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在圣经旧约创世纪11章31节到12章4节。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拿的儿子罗德，以及他的媳妇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一同出了迦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来到哈拿，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年，就死在哈拿。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离开哈拿的时候，年75岁。另一段经文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看啊，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我们愿上帝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感谢上帝，我们教会在宗教改革纪念的培灵会，今天晚上特别邀请到我们去年台北中会的议长啊，也是现在我们中会的传道部部长洪永恩牧师，在莺歌教会已经服侍15年了哈。有时候他已经在台北中会比我们许承道牧师还要资深了哈。许牧师在我们教会13年，他在台北中会15年了哈。因为一毕业，毕业前就已经在莺歌教会实习哈，然后毕业就在莺歌教会服侍，一直到现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但是神让他在莺歌教会有很大的一个带领，然后有副牧，他现在持续对这个教会还是有意向跟梦想哈。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他在宗教改革纪念培灵会。不是只有万圣节哈，最近大家一直问我说，有没有换不一样的衣服这样子哈？不是只有在这个时候纪念这个节日，对我们教会来说，
更特别的是宗教改革纪念的主日。那我们今天感谢永恒牧师要带来的是使人蒙福的福音。明天他还有一次的培灵，是用爱成全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盼望有很好的领受，明天我们也一起在这里来敬拜。我们把时间交给永恩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在这个很特别的夜晚，我想，真的就如同刚刚牧师所说的，其实少有教会会为了宗教改革纪念，然后预备一个在礼拜六本来没有聚会，可是礼拜六晚上却用一个培灵会。我不晓得，如果这是一士林教会的传统，那我想这个传统对现在身为基督徒的你跟我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我想我们在今天所要领受的信息当中，让我们一同再回到最起初，上帝要把他的心意放在人的当中，并且与人立约，呼召人来跟随他的过程的当中。亚伯拉罕的故事不断的显明在我们的眼前，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约书亚，这些人的名字我们都很熟，对不对？但是当你数算下去的时候，有没有把你的名字放进去呢？当上帝的呼召临到他们的身上的时候，想想上帝的呼召有没有临到我们的身上？我想在这个宗教改革纪念主日的一个培灵会特别的聚会的当中，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再一次回到起初我们与神立约的那个时刻，想想现在的我跟那时候上帝与我约定的我距离有多遥远。我们在预备领受信息之前，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请你来到我们的当中，设定你神圣的宝座，叫我们分别为圣，守节清心的敬拜你。亲爱的主耶稣，请你来，再一次用道成肉身的道进入到我们的当中，并且让我们看见自己生命的过犯，而愿意谦卑回转归向你。愿圣灵如风四气的来，进到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最深沉的地方，仍然有那个我们不愿意被主触碰的黑暗之处。愿圣灵在那里做光照、医治、挽回，甚至重新更新的工作，为了恢复你的儿女能够再次因着约走在合神心的路，因为你定义要我们成为蒙福的族类。愿神你也帮助我们在今天晚上能够让我们的心向你全然的敞开，也让你的圣灵做神你要做更新改变的工作。我们在你面前预备我们自己，仰望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宗教改革在你的脑海当中，这个词对你有什么意义？或许我们在座有些长辈，可能我们真的花时间去了解关于15世纪、16世纪，真的在基督教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一段的历史的记载。但是在我们年轻人，我不晓得我们这批大学生对宗教改革有概念吗？到底为什么教会要改革？为什么基督信仰要改革？为什么基督徒的生命要改革？为什么这一群基督徒要改革？改革很好啊，应该是要变得更好，不是吗？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在那一段的历史的当中，宗教改革最后带来的是战争，带来的是黑暗、死亡，甚至在那个过程的当中，要把那个旧的，要把那个黑暗的，要把那个不合神心的东西，要从神的百姓当中革掉的时候，你就知道付出多大的代价。可是当神容许在教会历史的当中有这一段能够付上代价要做改革的时候，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对教会的心意又是什么？我想我们今天不花那么多时间再一次回顾宗教改革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要交给许牧师跟我们的老班尼牧师，在未来我们或许会常态性在我们教会当中会不断的回顾这一段的历史。但是我们要拉回来，当
神容许在基督信仰的历程的当中，有这一段真的看起来很黑暗，可是却是上帝容许在黑暗的当中，用一群真的要回应上帝的呼召，而愿意站在改革的破口上面的这一群委身的人。神借着他们，曾让教会再次发亮起来，让教会再次成为世代的祝福。今天你坐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感谢神，还好有500年前这一群的宗教改革者，他们在面对教会的问题，在面对体制上面的困难，在面对基督信仰已经被扭曲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们不畏危险，站在那个最需要回应真理的地方。虽然那是一个需要付上生命作为代价，可是却也因为他们的摆上，却让基督信仰持续在接下来的500多年成为全世界的祝福。我想这段的历史为什么常常被人家拿出来谈，是因为在上帝与人之间呼召约的关系的当中，这段的历史其实就让我们回顾，就像我们今天要看的，跟亚伯拉罕的约有没有像，跟耶稣呼召门徒有没有像。弟兄姐妹，我们先拉回来，宗教改革或许那对我们太遥远了，我们先拉回来。你有没有想过，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因为从小到大，反正我出生在教会，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所以我就理所当然成为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你选择成为基督徒，你的生命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想每次当我在教会的真道班或者慕道班，我们现在称为门训的课程，当我在问上课的弟兄姐妹，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得到的答案会千奇百怪哦，真的哦。其中有一个6年级要升国1的孩子，他迫不及待，他母亲帮他报名真道班，因为他母亲说要让他赶快受洗。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要赶快受洗？因为可以吃圣餐。为什么你要受洗成为基督徒？因为可以上天堂。当我们的孩子好像很单纯的回答这样问题，我们会一笑，但是确实，如果我们觉得孩子的答案是可笑的，那我们要问问自己，那我的答案会是什么？许多时候基督徒当久了，甚至我们自己连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自己也没有好好想过，到底我成为基督徒到底要为的是什么？或许有些弟兄姐妹说，我知道，因为耶稣说我来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好，那我就要进一步问你哦，对你而言什么叫做丰盛？每个人的答案可能又不一样咯。有的人是怎么样，要衣食无余啊，有的人要怎么样，身体强健，对不对？有的人要怎么样，家和万事兴。哇，你会得到的丰富这个概念，你会发现从每个人心中期待出来，盼望借着认识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之后，能够借着耶稣而得到我所期待的丰盛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好好想想，耶稣说的丰盛到底是我们期待的丰盛，还是上帝预备要给我们的丰盛？成为一个基督徒，到底我的生命，上帝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把他的独生爱子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听起来稀松平常，但是你仔细想起来，半夜你恐怕都会惊醒，因为这是一个何等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想有一段时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好想明白上帝对我的心意是什么。比如说一个孩子他要考试，然后他要知道他要选什么科系，然后他就会问一个，我好想知道上帝对我一生的计划是什么，我好像知道上帝对我的安排是什么。然后我就说，真的吗？你真的很想知道上帝对你的心意是什么吗？我说，你为什么想要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为了如果有一天上帝真的告诉你他的心意，你会跟上帝说，上帝啊，我要进入你的心意，就照你的计划成就在我的身上。还是你先听完以后考虑一下，买呢？这个太难了，这个代价太大了，换一个好不好？或者是听完以后，上帝对你的心意会仅供参考而已。
想明白神的心意，会不会让基督徒偶尔也落入到好像我们求神问卜的过程当中，期待从求神问卜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个自己所想要的答案？如果不是想要的答案，那我就再等一段时间再求一次，求到我所想求到的为止。我们想明白上帝的心意的动机，是不是想一窥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计划，是否与我内心当中对自己生命的期待是一致的？如果是一样，太好了，那我们就会信心百倍，勇敢的过我们的一生。但是如果你有时候发现上帝的计划跟你的计划是什么不一样的时候，你会跟上帝摔跤，还是你会甘心顺服？我想这就很挣扎了。因为不要说我们会挣扎了，连耶稣都会挣扎。在最后的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显现耶稣在面对上帝的计划，以及耶稣在面对死亡来到眼前，甚至十字架的痛苦，非常人所能够受的那个过程的当中，他的心也何等的挣扎。所以他跟上帝祷告说什么？主啊，若你肯把这个苦杯子挪走。这是耶稣内心当中的挣扎。对，你觉得在那当下他祷告的时候，他会希望不要喝这个苦杯？当然是。可是最后他说什么？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就在最后的这个祷告词的当中，他胜过了。他把他生命当中的挣扎，最后奉献在谁的手中？上帝的手中。以至于在那个过程的当中，耶稣基督经历的死，3天后的复活，却成为许多的基督徒，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凭着信在走跟耶稣一样的盼望信仰的路，那是一个充满盼望的。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想在今天我们看到第一段经文，其实今天这2段经文我们都很熟，但是很熟的经文，其实对我而言来说，其实我却会发现非常雷同的。即便我们在读圣经有分新约跟什么旧约，可是当你会发现上帝与人立约的过程的当中，其实上帝的本质没有分新约跟什么旧约，上帝立约的原则都是一样的，上帝的邀请都是一样的，上帝为人预备的计划的方向架构都是一样的。这段经文是上帝起初呼召亚伯兰离开他的本族本乡父家，往神所应许他的，我们都知道迦南地，对不对？但是当12章开始，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什么叫做迦南地？他不知道的，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迦南地。上帝只是告诉他，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而已。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这个呼召的一个经文，我们已经听了千百遍了，甚至这个经典的故事，我们恐怕听了牧师讲到1次又2次3次，我们总是想把听完讲道以后，把这个讲道留在圣经里面，留在讲台当中，留在上帝与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把这段经文放到我们的身上去说，上帝同样也把这个呼召放在我的身上。在我们身为基督徒的生命的旅途当中，曾几何时，我们的生命不也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吗？走在许多高山跟低谷，走在许多生命的转折之处，走在许多人生路程的交叉口。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都需要做决定，我们都需要选择方向，我们也都需要最后去承担、去面对我们所做的选择。因此在那个过程的当中，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会不会在每一个需要做选择的当下，我们会坐下来安静的在神面前说，神啊，请你告诉我，我该如何做选择呢？或许谈到呼召，你会说，牧师，这个太遥远了，因为每次听到呼召，大概都是跟神学生有关，好像这个议题总是非常深奥。呼召，我又不是像亚伯拉罕这样子，我也不是像牧师那样子，好像听到上帝的呼召，然后就要去读什么神学院，对不对？上帝那么忙，对不对？他要管的事情那么多，对不对？他
他把他呼召给他所要用的仆人就好。那我是谁啊？对我这个平凡的基督徒，神要对我会发出呼召的声音吗？他不是只对宣教师、只对牧师、只对长职发出呼召的声音，他会不会对身为基督徒的我一样发出呼召的声音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今天经文的当中，亚伯兰是谁？其实亚伯兰，如果你仔细再往11章看，他只不过是一个已经早就搬离开他的原来的族群哈。你知道亚伯兰他本来的故乡在哪里？乌尔，对不对？乌尔在哪里？如果你去看地图，它在两河流域。两河流域什么地方？其实那是当时在中亚西亚最繁华的地方，古文明。你要知道把人类的历史在这个世界打开来看所有古文明孕育的地方都跟什么有关？河流，对。在中国有长江跟黄河，在印度有恒河，在埃及有尼罗河，对不对？在那个干旱沙漠的中亚西亚，可是却有两条河，叫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这两条河冲刷下来，你会发现古文明都从这个地方出来。我们常常听到的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都是从那个地方发迹起来的。所以你知道早期亚伯拉罕他的故乡就是在乌尔，乌尔就是在两河流域。可是当他们那时候他的父亲他拉把他们兄弟一行人带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老爸为什么要带他们离开。或许是那个地方太竞争了，可能是蛋黄区孩子要读书也太竞争了，对不对在那个地方物价太飞涨了这我在猜了所以他决定要离开那个蛋黄区，开始往蛋白区搬到哪里？哈兰，就是往上游的地方搬到哈兰之后，他们就在那边定居下来。一定居之后，在那个地方，他们住了好长一段时间。上帝从哪里开始呼召亚伯兰？就是从那个哈兰那个地方开始呼召亚伯兰。上帝对亚伯兰的呼召，记载在12章的第1节到第3节，我们刚刚有念过，对不对？我们刚刚有念过那个经文了。我们要来看。这个呼召很特别。当上帝要跟亚伯兰立约，要亚伯拉罕真的预备要承接进入到上帝要预备给他的一生丰盛的祝福的过程的当中，其实如果你刚刚有仔细的去读那个经文的时候，对不起，我都忘记要按了。好，没关系。好。当你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把一些很重要的字把它框出来？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老师总是提醒我们你在每次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个习惯或者有个方法，就是你拿着笔把这段经文当中的动词要把它圈起来，对，把不断的重复的地方要把它画起来。好。我们来看上帝对亚伯兰对的很莫名其妙。你想想，你从来不认识有这位神，可是突然间你像亚伯兰一样，突然有个呼召临到。我不晓得那个呼召是什么，上帝突然讲话吗？还是用什么方式？不知道。因为对亚伯兰来说，那只不过是一个在他当时在哈兰所面对到的处境，他真的需要一个方向。为什么需要方向？他们不是大家族吗？是。可是你会发现，亚伯兰这个大家族的当中，他有钱，他有牛跟羊，他跟他的兄弟在一起，他跟他父亲能够在一起很好。可是他的生命有没有缺乏？有。其实你看前一章31节的前一节30节就告诉我们他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弟兄姐妹，在那个时代，你拥有再多的财产，可是没有孩子这件事情严不严重？非常严重。偏偏这件事情又不是人的能力所能够解决的。
因此，当今天有一个亚伯兰从来不认识的神向他发出一个邀请，告诉他说：“我将来要使你成为什么？大国，我必赐福于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哇！我相信他的眼睛大概听到大国，那就什么？那就中了，对不对？因为那是他生命当中唯一最欠缺的，就是他连一个小孩都没有，你跟我讲大国。可是当有一个神，他不知道的力量，超越人的力量，告诉他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的时候，你就好像在溺水的人抓到什么一个救生圈、一个浮木一样。他什么东西可以不要？我就是大国。OK， 好，对他来说，心中有个期待。因此，当上帝主动向亚伯兰发出呼召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个呼召很特别，告诉他说也有给应许哦，但这个应许有没有给挑战？你仔细看哦，这个应许有一个叫做离开，然后才有一个什么？进入，对不对？好，这个呼召必须离开一个地方，然后进入一个地方。好，在这个上帝对亚伯兰说的话，离开什么？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对不对？然后呢，进入什么？成为大国，我要赐福于你，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约哈，一个约定。我们来看这个约定，其实如果你仔细想想，不容易。离开什么？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什么叫本地、本族、父家？本地是什么？那代表什么？人亲土亲，对不对？本地，换句话说，在那个地方有你最熟悉的环境，有你的生活的地理文化，你日常生活、你的语言，甚至你的隔壁的邻居，都是你所什么？熟悉的，对不对？哦，本地，它意味着是你要离开生命可以依靠的地方。你有没有搬家的经验？对不对？搬家的感受怎么样？年纪越大越不想搬家，对不对？好，为什么？因为当你所有都熟悉了，你一搬家就会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没有安全感，对不对？一切都不熟悉。上帝对一个75岁的老人家告诉他说：“你要不要得这个福？要，对不对？要的话要什么？要搬家，离开你的本地。好，本族是什么？亲人，对，弟兄姐妹，你也跟亲戚朋友住做伙好不好？以前大家庭，对不对？那个都在四合院如果那个饭煮到一半没有酱油的时候，赶快什么？给不要纠结，对不？那么亲戚对吧？就借一下就好了，你就知道那个资源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所以本族，神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是离开了生命的安全舒适的地方；离开本族，是离开他有把握可以掌握的人脉、资源、支持系统的安全感。附加是什么？最亲密的那个相互依靠那一种的长期依赖长辈的关系。家中如果有一个长辈顶着，你就知道孩子可以过得什么？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不对？天塌下来都有老爸顶着，然后你知道小儿子最开心的天塌下来老爸顶着，老大顶不住，还有谁顶？哥哥姐姐要顶，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上帝对于亚伯兰的约，就告诉他，你连这个都要什么？连这个都要离开。所以3件事情，上帝告诉他。其实坦白说，这个约很残忍，对不对？告诉他，好像剥夺到属于亚伯兰过去他一生，从1岁出生一直到75岁，他所依靠的所有的安全感，通通要把它从他生命当中拿掉，为了就是让他可以进入到上帝要给他的一个祝福的蓝图的里面。对于这样的呼召，亚伯拉罕，不要说亚伯拉罕不容易了，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不容易。
所以每次当有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说，我是我们家第一代的什么基督徒，当时我要信主的时候是怎么样，我都听着我说感谢主，真的是神迹。如果在那个环境之下，你可以因着信而能够持守在那么艰难的环境，家人的不谅解，以及甚至有时候还会有家庭冲突，甚至你有好多新的需要去面对的过程的当中，要把这个信仰持守住，真的不容易。就仿佛在走跟亚伯拉罕跟上帝之间的约是一样的。然而上帝对于这个75岁的老人家却告诉他这一个盼望，可是亚伯拉罕当他听到了，他却义无反顾的怎么样抓住了。圣经告诉我们，他回应了，他马上就离开，然后呢真的就朝着上帝所带领他的地方去。所以弟兄姐妹，在上帝对亚伯拉罕发出的邀请，其实坦白说，你如果仔细看这段经文，没有计划，没有细节，没有告诉他方向，就告诉他说什么你要离开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没有办法有安全感的一条路。但是上帝为什么要让在人要得到这个祝福之前，要先让人没有安全感呢？其实神要让亚伯拉罕学会一件事情，你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你能够掌握的东西上面，你的安全感从现在开始要掌握在哪里？对，这个因为神的关系，因为我要谈第二个，进入谁的带领？上帝的带领。那句话叫做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来，英文很特别，英文就说怎么样 ？Go 就是离开，对不对 ？From your country and your people and your father's house， 然后呢，去哪里？去到to the land， 那个地方怎么样 ？I will show you， 我会告诉你，我会显明给你看。弟兄姐妹，想一下。你会不会这样做？蓝图还没有啊，然后走到那边我就会告诉你，走到那边我就会告诉，走到哪里我就会告诉你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旅程啊？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信心？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盼望啊？一切都是不确定性，一切都是无法掌握，一切都是要等候上帝给绿灯还是给蓝灯、红灯？到底神要告诉我往东还是往西？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过程的当中，不知道，没有告诉他细节，没有告诉他蓝图，没有告诉他路径，也没有给他一个地图，甚至上帝只是告诉他说：“你要离开，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意味着亚伯拉罕在接下的路，他要在这个约的盼望的当中，亦步亦趋的，紧紧的跟随这位神。箴言16章第9节是智慧者这样子说：人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人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当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那个土地 I will show you， 我会显明让你知道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的只能凭着信心去走的旅程。真的只能有一个图像，而我们凭着图像说我相信上帝为我描绘的那个图像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主这么多年了，你真的相信你所依靠与你立约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吗？你真的相信上帝为你的预备的计划是出于他对你的爱吗？你真的相信上帝对你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吗？就算眼前现在你面对到的是困难、病痛、挑战，甚至人际关系的冲突，你是否仍然信赖他、依靠他、跟随他、照他的方法呢？我凭良心说，不容易。
特别是当我牧会这么多年下来，每次我回到礼拜天结束，我礼拜天结束以后都会回去跟我妈一起吃个饭，因为我爸2021年过世了。那因此我们在每个礼拜只要服事结束以后，我们就会刻意的跟我妹，我们就会聚在一起，然后跟我妈一起吃家庭的一个晚。常常每次当我妈看到我回来的时候，她都会问我一句说：“儿子啊，服事还要喜乐吗？”一开始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的为什么？你说有啦，有喜乐啦，但是有时候烦恼的事情也很多呢痛苦的事情也很多呢其实我知道我母亲要面对什么，要问我什么。她问说：当你成为一个牧师，当你深信这是上帝的呼召，当你深信这个服事、这个职分是有价值的时候，你有没有在这个职分跟价值当中得到你所要得的喜乐？同样的这个问题，我也要丢给大家：当你成为基督徒那天开始，你有没有喜乐？喜乐多还是烦恼多？讲不出来。好，讲不出来，代表我们现在就如同还走在那个刚开始的约，有没有？其实你知道亚伯拉罕在跟上帝立约之后，初期他也很痛苦，你知道吗？因为在那过程当中，上帝说 "I will show you" 的时候，麻烦了。他一去到迦南地，第一件面对的事是什么？饥荒啊！弟兄姐妹，你老小带着去到迦南地，去到那里，结果第一个是饥荒，你怎么办？亚伯拉罕还不知道要问上帝，结果他赶快什么？身为大家长，要解决饥荒的事，没名给他加，不要那，要怎么办？赶快！听说埃及有什么？有东西吃，赶快就冲下去了，离开，马上离开，就什么？往埃及去了。他问上帝吗？没有耶。为什么？因为靠着他的经验，靠着他的消息，靠着他所能够解决的方法，他就做了选择。去到埃及，或许解决了吃的问题，可是我们有没有陷入危机？有故事你慢慢后面你们就看，你们就知道了。亚伯兰，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弟兄姐妹，信心不是他从神立约那天就已经他的信心非常的 strong 了，没有。他的信心，你去看他的信心是被什么来的？熬炼来的，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许多时候，我们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当我们与神立约的那一刻开始，你突然间你会惊醒，你会发现，原来信耶稣不叫做凡事尽都顺利。你信的耶稣不是叫做天色常蓝，花香常漫，对不对？你会发现，原来基督徒也会生病，原来基督徒也会遇到困难，原来基督徒也会失恋原来基督徒也会落榜。那么，当基督徒的意义到底目的又是什么呢？特别是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困难来到的时候，你如何去面对你与这位神之间的关系，以及你如何相信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要给你描绘的那一个更丰盛生命的图像呢？许多时候，当基督徒在卡关的时候，在教会我们有一些青年就卡关的时候，就说：“牧师，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去念神学院？”我说：“不是，每次遇到问题，然后困难，然后好像上帝把你的工作拿掉，把你的问题大石头放在你前面，就是叫你去读神学院，好不好？你可不可以安静先下来，先问上帝，为什么神容许这个问题临到你的身上？为什么神？”他预备了让你面对这一个风浪。神的心意不见得是要你辞掉工作，每个人都去当牧师。如果是这样神学院现在烦恼的应该不是学生很少现在去读神学院的学生什么很少了。神常常是要我们在我们遇到问题困难，当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他期待我们在那个时候停下来，聆听、等候，因为他期待我们能够往他所要我们走的方向去。
第三，如果你从刚刚这段经文当中，你会看到神要他什么？要他不仅离开，要他怎么样进入，还是要他什么舍弃跟全心信赖神。当中有一句：祝福你的，我必赐福啊！祝福你的，我必赐福与他；咒诅你的，我必什么？咒诅他。哎，当基督徒吼，你读到这句，你会觉得说：哦，我的那个靠山很大，对不对？我记得我有一次参加一个特会，然后那个特会的同工们所有的年轻的同工，包括影音同工，所有的服侍的同工，他们都穿了一件 T 恤，那个 T 恤哇好整齐哦，然后背后写着：不要怕，你的靠山很大。弟兄姐妹，身为基督徒，你相信你的靠山很大吗？可是这个靠山很大，不代表你可以怎么样？恣意的、随意的，用你自己的选择、你的喜好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上帝告诉亚伯兰说，会有人祝福你，但是祝福你的，你不用特别祝福他，我会祝福给他。你也不是都遇到好人，你有时候也会遇到什么？不好的人，所以说咒诅你的怎么样？你也不要去什么？去咒诅他，谁来咒诅？上帝说：“我来。”弟兄姐妹，这才叫靠山很大。上帝跟亚伯兰所立的约，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要他乖乖顺服，听上帝的话。可是上帝后面清楚的告诉他说：“我将要成为你真实的依靠。”祝福你的，我来祝福他；咒诅你的，我来什么？我来咒诅他。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的让亚伯拉罕在这个信心之路的过程的当中，深深的去经历到，当他如果要进入神的约，他就必须要舍弃靠自己的本性、靠自己的经验、靠他自己过去的习惯所做的任何的决定，一步一步的全然交托在神的手中。要进入上帝的应许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上帝也很清楚亚伯拉罕的内在生命有许多需要修剪的地方。如果当我们从13章往后看，你就会看到亚伯拉罕有好多的危机，不断的在他跟随上帝的过程的当中。我们刚刚说过去埃及，对不对？他曾经除了埃及以外，还有一次在亚比米勒，他有2次面对他生命危害，他自己害怕，他怕他的生命被伤害的一个危机来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让我们很清楚的从经文当中看到亚伯兰内在生命有一个什么怯懦的部分，一顾自己的性命啦，顾自己的性命，顾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会做一个动作，怎么样？把老婆往外推，对不对是，这就是亚伯兰。他生命有把撒拉当作挡箭牌的个性，从经文当中一点都不显露的，让我们看到这个信心之父，他也有非常软弱的一面。可是亚伯兰他有刚强的一面，当他面对外面的仇敌，当4王5王在征战的时候，把罗德把他侄子抓走的时候，亚伯兰很凶悍哦，把他们的家丁318人通通找了，然后怎么样去追去打，然后把罗德怎么样救回来。勇不勇敢？勇敢，对不对？但是当他回到家的时候，面对2个女人的战争，他就怎么样？他就归起来了。面对撒拉跟夏甲之间的战争，他就无能为力了。最后是谁来帮他解决？是上帝帮他解决。说好，亚伯拉罕，你就让夏甲跟以实玛利怎么样离开，我来负责。我来负责。弟兄姐妹，上帝早就认识亚伯兰了。上帝并不是因为亚伯兰他是一个完美信心的典范，上帝才与他立约。上帝早就已经预备好，要拣选亚伯兰。当亚伯兰愿意凭着信对照上帝所吩咐的去的时候，一步一步的跟随在上帝所指示的路，神会雕琢他的生命，好承载上帝在应许当中要给他的福分，就是他不仅要成为大国，
他还要让万族因他而得福。他要承载上帝所要给予他的更大、更美、更丰盛计划的福分。所以当亚伯兰他后来改名叫做亚伯拉罕。亚伯兰谁给的？这个名字谁给的？他的老爸给的，帮他取的。这个名字叫做父亲的尊贵的父亲，尊荣的父亲。他爸爸希望这个儿子将来在这个家庭当中是备受尊荣的。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是什么？多国的父亲，就不是只有一个，不是你们家的父，是什么？神要在你的计划是多国的祝福，不是只祝福在你的家而已，而是祝福在许多许多的国家。亚伯兰对上帝的信，从以撒是我的孩子，到他的信心最后考验最后的期末考，什么时候？就是上帝要亚伯兰把他唯一的儿子以撒怎么样？献给上帝的时候，那是一个终极的考试。在那个时候，亚伯兰真的经历一件事情，从以撒是我的儿子，到他要献给神的时候，他向上帝表明一件事情，说以撒是谁的儿子？是上帝你的儿子。所以当他献给神的时候，上帝怎么样？上帝说你通过考试了。许多时候，当我们基督徒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不公平。上帝，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你怎么可以把亚伯兰看为最宝贵的，要把它夺走？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常常会卡关，也都卡关在这个地方。当我们有了这个上帝成为我们的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不是最宝贵的，因为在你的手中还有什么？还有更多、更多、更宝贵的。可是你的手中宝贵的东西越多，上帝的能力就越来越什么？小。然后你的愁苦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你所有的所看为重要的，你都要一肩扛。亚伯兰他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在信心的旅途当中，他把上帝给他最宝贵的，他终于懂了，要把最宝贵的捏在手上，他愁苦，干脆把最宝贵的怎么样？交在神的手上，他就轻松了，他就放心了，他就怎么样？他就稳妥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呼召非常非常不容易明白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后来亚伯兰被称为信心之父？是因为他在信心的旅途当中不断的向我们显明他曾经的软弱，可是神没有因为这样轻看，但是神仍然一次又一次的补足，一次又一次的鼓励。神没有放弃他，因为神对于他所爱的人，他既然爱了，就永远不会放弃，就会爱到底。这是我们明天要谈的经文。当你去理解你跟这位神所立的约的时候，弟兄姐妹回头过来，我们每个人要走的其实都是跟亚伯兰一样的路。神对我们的对亚伯兰的请求要求，同样也会邀请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或许你会说，牧师，上帝对亚伯兰的呼召对我们太遥远了。好吧，那我们拉回来，我们都说我们是个基督徒，对不对？那我们的基督徒这个身份从哪里来？从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的救主而来，对不对？好，那耶稣基督就是我的牧者咯，是我的导师，对不对？我们都自认为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好，那我们来看耶稣，他对门徒同样也是对我们的呼召。最开始是在哪里？马太福音的第4章19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他们就什么？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短短的2节经文，其实如果你回去对照创世纪第12章，上帝对亚伯拉罕呼召的那3节经文，你会惊讶的发现，文字不一样，但是意思有没有一样？其实是一样的。耶稣告诉这个在捕鱼的这几个门徒，告诉他说：“来什么？跟去哪里？不知道不知道，就是来跟我就对了。”然后呢，耶稣给他们什么梦想？得人如得鱼。他们心中想什么？
我早就不想要跟这些鱼，我从小到大都是鱼，出去也要抓鱼，有时候抓得到，有时候抓不到，回来抓到了回来还要得什么？还要得补网子呢，对不对？补得到那还好，补不到怎么样？以前才有那首歌啊，波破王，你知道吗？当他们听到耶稣告诉他们说怎么样得人，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因把揪得上，紧起来啊！为什么？就是他们的生命一直想要跳脱的一个地方，就跟亚伯兰，他什么都有，可是他就没有什么孩子，所以多国成为多国之父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会是一个眼睛亮起来了，所以他凭信心就往那个梦想要前进。所以耶稣的门徒，就当耶稣告诉他们说得人如得鱼的时候，他们心往耶稣所给予他们的图像出发。但是当他们要进入到耶稣给他们的祝福的图像的时候，20节他们必须做一个动作，做什么动作？他们必须舍了网子，对不对？那是他的本地本族富家，是不是？历世历代他们都是住在海边嘛，都在加利利湖畔嘛。他们继承家业就是在那里捕鱼。你既然生在这个村落，你就是渔夫嘛。可是当今天耶稣的来到，要把一个更大、更广上帝对他们生命的计划给他们的时候，第一个他们要跟，再来他们要舍，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舍弃才有办法什么领受，舍掉才可以领受。当我们看到耶稣对门徒发出的邀请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曾经在这个信仰当中，你清楚的知道上帝要你舍弃什么？舍弃你现在所在追求的属世的价值，你是现在紧握在你的手中的东西是什么？不敢放的是什么？是金钱，是财富，是你所爱的亲情、爱情，或是你看为重要的身体健康。当你手中握得越紧，当你手中握得越多越牢，在这个呼召的当中，不知不觉就会越来越模糊，你甚至连跟都不想跟，不敢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握得越紧，握得越多，你成为基督徒这件事情就不会有喜乐，因为你会痛苦万分。我需要离开，我需要舍弃。再来，我成为基督徒，我是否愿意？好吧，我舍弃了，就像门徒一样，他把渔网放掉，就来跟耶稣了，对不对？跟了耶稣以后，接下来呢？我是否愿意？照亚伯拉罕说，上帝告诉他说：“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对不对？”那门徒跟随耶稣就怎么样？要看着耶稣，学耶稣所说，做耶稣所做，对不对？所以我们才叫做道成肉身，都是被耶稣要做给他们看，你们就照我这样做就可以了。跟随耶稣就是照耶稣的方法，不再用自己的方法。弟兄姐妹，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要照耶稣的方法，容不容易？如果你去看那个马太福音第5章之后往后，耶稣讲完登山宝训以后，那个8福以后，后面开始到第7章，开始耶稣所对人发出一个在他们真正人际关系当中会面对各种困难来到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给他们的教导，给他们的功课何其的不容易。不可向你的弟兄发怒，与人和好的，但你在献祭之前，要先把你的祭物放下，回头去跟你的弟兄和好，再回来献祭，不然你所献的祭物，神不会悦纳。然后呢，接下来他要说，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那逼迫你的祷告。难不难？真的很难。可是我在刚开始牧会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心中读着
但是我心中说做不到，不可能。因为弟兄姐妹你跟他这样讲他也直接跟你讲说，牧师我做不到。但是从2021年，我们教会在疫情期间，其实那时候我在牧会上面遇到很大的瓶颈。你知道那时候牧师很孤单，你知道吗？每个礼拜站在讲台上面，下面空无一人，那边一个，这边一个，然后牧师娘跟两个小孩子能轮流出席，懂我意思吗？因为那个管区的会来点人数，你懂我意思吗？你知道连续的这样下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在牧什么，你不知道多少人还需要听到，多少人还在行道，你不知道。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真的很灰心。到年底，我都跟我的同工、跟我的父母，然后跟我的同工跟他说：“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呢，对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留在这边对这个教会还有什么帮忙。”然后我们就经过祷告，就讨论说，牧师，反正现在我们就说好吧，现在既然规定每次的聚会只能几个人，5个上限，对不对？他说这样好了，我们开那个长职线上会议的时候，就来跟长职发出一个挑战，如果我们就来做门徒训练，那门徒训练每一班就是5个人，最多连牧师就是5个人，那如果他们这些长职愿意上门徒训练，我们就用1年的时间来上门。如果他们愿意了，我们就留；不愿意，我们就走。其实我们心中没有那个盼望了，因为知道大家的问题困难都很多要上1年，每个礼拜1次，容不容易？然后当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很重要的时候，既然我们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过去，但是我们先从我们跟随耶稣开始，好不好？奇迹发生了，大家说好，结果我们就这样走了1年。这让我感动的是，我们教会在银阁，对不对？我们其中有一班，我自己带的一班，3个长老，2个住天母，一个在内湖上班，每个礼拜5的晚上8点准时在教会聚集上课。上帝让我看到他们的摆上，他们有的都要提前，每一次要上课就提前跟公司请1个小时的假，就提前离开，因为会塞车啊。所以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我真的看见一件事情说，当人开始愿意转向跟随耶稣的那天开始，问题开始有了曙光。特别是当长子门训完以后，弟兄姐妹也开始跟着门训。其中有一个姐妹，她在上门训的课程的当中，我们有上到罪的问题，然后因为罗列很多罪，我就说，你要不要看看，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有哪些罪？一看讲，我啊，这个我也没有，这个我也没有，通通没有。那都没有问题哦，那都没有问题，那应该很平安啊，也不是这么说啦我就看到说，那你说说看，你最近你有什么不平安？他说有啊，他说前天他跟他的小姑吵架，我说怎么吵架？他说因为他说牧师我这样，我跟我小姑的建议其实就是为了他好啊，为了他儿子好，所以我告诉他你就应该这样。可是小姑有不同的想法，结果他们2个越讲声音就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不欢而散。结果小姑要离开，就说我不要再来了啦。就他心就揪住了，你知道吗？他回来上课，他说：“那牧师，接下来要怎么办？”我说：“真的不容易呢。反正我们今天上那个罪，这课在讲罪嘛。那罪要解决要怎么办？答对了，认罪祷告，对不对？好吧，那我们先来看这件事情，我们怎么认罪？因为我就不认为我有错啊，我讲的都是什么？都是为了他好啊，我说都好，为什么会吵架，最后不欢而散？你再想一下，有啦，我台语我讲话有较咸啦，我讲话有较大声啦，我讲话有较激动。我说好，那你就针对你的较咸、较大声，你跟他什么？对，跟他道歉。牧师干嘛呢？要啊。我们现在不是说了啊，
现在你在上门训的课，回去就要写什么作业？要做作业啊！哦，这就是你回家的作业。我说可不可以给我3个礼拜，让我先消化一下？我说好啦，好，但是这个作业你要完成。就3天后，他传赖给我，说牧师，你知道吗？神迹耶！我说什么神迹？今天我小姑来我家，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啦，因为3个礼拜嘛，反正可以晚一点。但是今天小姑全家都来，而且不是她来，她全家都来呀！全家都来怎么办？他心里说好啦，春班的啦，都是啊。赶快把作业做一做了所以他就在厨房祷告一下，然后就出去，然后看到小姑，然后就当着小姑他们全家就说歹势，迄天我安怎我安尼给你弟媳安尼就他说牧师你知道吗？小姑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哇，真的有用我说是啊。当门徒了，如果我们不把主的方法放进来的时候，我们的困境永远是困境，我们的问题永远是问题。就是主耶稣来到的时候，我们也会成为那个把他出卖而不愿意照他的方法去行的，让他伤心失望的门徒。第三，这是愿意跟随照耶稣方法。你过去你都是呛来呛去的，你就不要再用你的方法了。好好看圣经，圣经里面都有神的方法。再来，最后舍弃跟信赖，对不对？跟亚伯拉罕是一样的，舍弃自己的计划，信赖谁的计划？对，因为你不再是要得鱼，你要得的是什么？人，你就不能够在那里想着我鱼啊，贝贝哇这啊，今嘛安怎？你过去你看什么为重要的时候，这个东西就要往下降了。要把神看为重要的事情，要往什么？往上放。上帝看重鱼还是看重人？当然看重人啦，因为神创造万物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人的缘故啊。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看到你手中这么多的时候，你要看重的是什么？看重你手中所握有这些东西，还是你要看重把这些东西赏赐给你的那一位神？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舍弃自己的计划，信赖上帝的计划？因为这样子做，你会得人如得鱼。我再讲一个见证就好。我们礼拜六晚上，我们教会都有团契联合礼拜，就是团契聚会之前，我们会有个联合礼拜，大概有40多位的弟兄姐妹、孩子们，他们会一同来参加礼拜。那这个礼拜的当中，我们都会做门徒训练的一些的课程。那其中有一次谈到了祷告这件事情，我们在谈主题，在谈祷告。当那天主题结束以后，我们会分各团契各小组。那我自己会带大专小组，所以当我们去到我们聚会的地方的时候，然后我就直接说，来，今天你们听到什么？今天你们的信息，你们要回应的是什么？然后其中一个孩子他说，牧师，祷告没有用啊。我说什么没有用？我说我妈又爆炸了他说他妈又爆炸了，因为他妈的个性跟他的个性常常都会冲到，然后就爆啊，妈妈爆，女儿就会跟着什么？跟着爆，为什么？谁怕谁？对不对？你会爆，我也会爆啊，对不对？然后说，不要每次爆完之后，你们2个都一起受伤，那不是很无奈吗？没有办法，我妈每次都这样。那我说，你下次既然我们今天在礼拜当中谈的是祷告，下次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方法？当你妈抱的时候，你先晚一点抱，你先去厕所，好不好？答应牧师，你先做一个祷告，跟上帝祷告完，你出来，你还有能力抱，你就再抱，好不好？然后他就跟我说，没用啦，牧师没有用啦。我说你没事怎么没有用？然后你知道旁边就有另外一个契友也是大学生，他很小声他说祷告有用啊。然后我当然就要让他说话了。好，我说怎么了？你怎么说祷告有用？他说有一次他回到家的时候，下午4点多嘛，放学回家，跟他弟弟一起回到家的时候，
他明显的感觉到家庭的气氛怪怪的，因为爸爸妈妈已经回来了。但是通常4点多、5点多回到家，家庭厨房应该是什么？妈妈都在什么？忙着要准备晚餐嘛，对不对？可是那天好安静哦。他进到家里，他知道爸爸在家，知道妈妈在家，可是厨房没动静。有经验的他跟他弟弟就说：“嘘，不要惹事。”好，就等到6点多了，7点了。他弟就说：“姐，我肚子好饿哦，怎么办？我也没办法，我也不会煮饭啊。那怎么办？”他姐说：“我们来祷告。”叫他带他弟弟祷告，祷告完以后，他弟弟就说：“还是饿呢。”他说：“这样继续祷告。”他说：“怎么祷告？我们去找爸爸妈妈祷告。” OK， 他就先进房间了，找到房间，妈妈在房间，他先进去房间了。你知道妈妈看到他第一句话说什么？你不要进来，你不要听你爸说话哦。你不要听你爸说话啊！女儿要来当说客了，你知道吗？你不要听你爸说话。结果女儿就说：“没有啦，妈，我是来邀请你来，我们一起祷告。”你知道他妈妈听到祷告就怎么样？能不能说不要？不行，因为都是基督的家庭，你就知道他听到祷告这件事情，弟兄对面掏钱，安娜也塞吗？可不可以在那里说不要？没有，他好，结果女儿就带他祷告，祷告完以后就安安静静出去。然后接下来找谁？答对了，找爸爸。爸爸也在生气，气还没消，一样找爸爸说：“爸爸，我们一起来祷告。”就带爸爸祷告。祷告完以后，10分钟后，厨房就有声音了，听得懂吗？半个小时后，他们就有东西可以吃了。发生什么事？祷告有没有用？祷告有没有用？祷告最重要，其实让人回到神的面前。父母亲为什么会生气僵在那里？因为他们在生气的时候，他们心中有没有神？没有，他们心中只有自己所坚持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了，很多东西要操练。祷告有没有用？明明耶稣就告诉我们怎么样？你们应当一无挂虑。这是保罗说的哈，凡世界的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一个孩子用单纯相信祷告有用，他就用神所看为美的事情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谁在动工啊？是圣灵在动工啊，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否如同亚伯拉罕一样？是否仍然像门徒一样？或许起初当呼召成为耶稣的门徒那天开始，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愿意受洗，那时候感受洗。可是当我们踏上这个信仰之路的时候，有多少时刻我们忘记，我们需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们需要舍弃我们过去所依靠的一些方式，把成为一个基督徒耶稣所教导的方式，把上帝所指示的方法一个一个把它拿起来，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操练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高山跟低谷的时刻。因为神借着耶稣拣选我们成为他的门徒，上帝都有一个更比我们自己以为更大的计划，更大更丰盛的计划。我们以为的丰盛是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家庭，在我所能够掌控的环境的里面。可是耶稣最后在他完成使命要升天之前，告诉门徒的神的计划远远比他的门徒所想象还要大。这一节经文我们很熟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当我所吩咐你的，就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最后在吩咐门徒的话一样，一模一样。耶稣有没有一个邀请说你们要什么？去。为什么？
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我，给了耶稣也是给了学生，是一样的。然后呢，耶稣给他们的图像是什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们要做些什么？门徒要做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门徒会照着主的命令去行，就自然而然知道有效。所以我会教导人这个福音的真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是根深蒂固、彻底改变的，把我们从本来属世的，要变成属上帝国的。要本来是追寻在地上所追寻的丰盛的目标，到我们可以全然信赖这位神，愿意进入到他的方法，愿意进入到他为我们所描绘关乎我甚至我以外上帝更广阔关乎生命使人得祝福的计划的里面。今天是我们宗教改革纪念的培灵会。1517年10月31号，马丁路德在面对当时教权集中的基督宗教的体制，他真的深深的感受到，在当时的教会已经走偏了，甚至在这一种集权的教义的当中，他深深的感到基督的信仰没有办法带给人真实的平安，甚至在那一段整个罗马帝国所处的欧亚非这么大的广大的地方都是基督徒的时候，可是在历史上面竟然是叫黑暗时代的时候，为什么基督信仰给人是如此没有盼望的时候？因此他在日内瓦威登堡大教堂的门口钉上一个95条的什么信仰的反省跟问题，盼望能够回归到圣经的真理。他提出了许多在教会需要面对重新信仰改革的地方。然而在那一段改革的历史的当中，确实付了好大的代价，确实很多时候要让教会改革，让整个体制有一些撼动，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相传在马丁路德在教改的过程的当中，也曾经经历过很大的打击跟挑战。虽然他相信单单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单单依靠恩典，单单唯独信心，唯独圣经，他可以去经历上帝的恩典作为的荣耀，在教会当中能够成为世代人的盼望。可是当他发现，当他在推动的时候，其实面对到的挫折让他心理压力很大。可是当他看的压力越看压力，他的心就会越沉。相传有个故事是这样子，当有一天马丁路德他在窗口看见他的太太竟然穿着丧服，然后黑色的丧服从外面进来，他就突然惊讶，他说：哇，谁死了谁死了你为什么要穿丧服？他的太太说：上帝死了，所以我给上帝穿了丧服。马丁路德一听说，你黑白讲，你怎么可以乱想呢？胡说，上帝怎么会死？你知道他太太怎么说吗？看到你这么愁苦悲伤，真的就好像上帝已经什么死掉了。马丁路德一听到，心中就被震撼了。是啊，此时此刻他面对教改的挑战、困难、阻挡，他的心忧闷到仿佛上帝好像不曾有作为，不曾掌权一样。当他不断的注视困难，他就忘记要转向这位给人有盼望的神。因此他的太太很有智慧的方式帮助了马丁路德，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重新的收拾他心中的挫折感，转向神，做他应该做的事，让上帝也引导他做上帝所要做的事。以至于整个教改在那个过程当中，虽然付上很大的代价，可是却也成为历世历代更广大渴望听见基督福音进入上帝教会的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国的福音在哪里？救恩的好消息又在哪里？如果你从亚伯兰的故事，
从门徒回应耶稣的呼召的那一天开始，你会发现，上帝国的福音、救恩的好消息，都在我们凭着信，愿意舍弃、跟随、顺服、转向神的那一刻，福音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还记得吗？有一个人故事，在路加福音记载的，有一个很有钱，但是没有朋友，叫做撒该。当他渴望看见耶稣，当耶稣走到他面前，耶稣什么话都没有说，只告诉他说：“我今天我要住在你家而已。”撒该回到他的家，邀请耶稣回到他的家的时候，撒该只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他说：“我要把我一半的财富捐给穷人，对不对？然后凡我讹诈人1块的，我要还他4块。”弟兄姐妹，你知道撒该在做什么吗？如果你读利未记，你就知道他在做什么。认罪，他在做认罪。为什么？你偷摕人1块，你都要赔人啥？4块，这按律法所规定。所以他在耶稣面前做认罪，而且不是做认罪而已，他用行动说：“我愿意转向。”耶稣马上宣告说什么？救恩，今天晚上救恩临到这个家了。弟兄姐妹，宗教改革培灵会，我想对我们来说，或许你今天听到的经文很熟悉，你今天听到故事也已经可以滚瓜烂熟，但是这些关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以及耶稣邀请门徒跟随的这些经文，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成为我们的生命一次又一次转向，而能够不断的在圣灵的工作当中，不断的做日益更新，愿意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在转向的同时，让我的生命进入上帝所看为好的地方，让神的心意显明在我们的里头。因为宗教改革5大最重要的信仰告白，第一个叫做唯独什么？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唯独耶稣基督吗？还是唯独金钱至上，唯独健康最重要？第二个，唯独什么？依靠的是什么？恩典。不是我们的恩赐有多少，不是我的服事有多有能力，也不是我的奉献有多少，而是唯独的是什么？恩典。再来，唯独依靠的是信。一路走来，亚伯拉罕他就是凭着一个信而已，而这个信上，当他愿意摆上的时候，上帝会不断的出手帮助，去兼顾他的信越来越结实。就像门徒也一样，一开始的信也是很微小，有没有？坐在船上面要渡到对岸的时候，看到风浪就怎么样？主啊，你不管我们了。耶稣说：“你这些小信的人。”可是耶稣并没有因为这样就放弃这群门徒，耶稣却告诉他：“你们信心若有像芥菜种那么小，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移山，可以倒海了。”第4，唯独圣经。当你听到的圣经，当你听到的真理，是否从这本圣经而来？马丁路德这些宗教改革家，他们最重要就在宗教改革过程的当中，让人有能力可以亲自用自己所能够懂的语言回去看上帝的话，你就知道你能经历，因为我们能够读神的话是多大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知道这是恩典的时候，你就不会轻看。所以我们今天看得懂圣经，你要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回去真的要好好的读。因为不读圣经，我们就不知道上帝的方法是什么。第5个是什么？唯独上帝的荣耀。人有什么可以说的呢？一生走过，就算我们的攻击非常的饱满，当上帝说时间到，画像休止符的时候，一切的荣耀只有归于上帝而已。当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你就会知道，我们的信仰就可以在基督信的当中能够走得有根有基。最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结论。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从今天听到什么。当你听到亚伯拉罕的故事，听到耶稣回应他门徒
门徒回应耶稣的过程的当中，你有没有想起亚伯拉罕要舍弃的是他本地本族父家，而门徒要舍弃的是那些过去他赖以为生的那些的渔网，甚至他心中所有靠的生活经济的安全感。过去他就是把这些装在井，以至于他的生命看不到盼望。当上帝的邀请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当他渴望被那个神透过耶稣所描绘的景象而成为他生命当中愿意来跟随的那个行动的开始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是否想过你需要舍弃的是什么？现阶段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是非常的有盼望的，非常的喜乐的。所以以前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的母亲，可是我现在知道怎么回答她了。我说虽然有困难，牧会虽然有困难，虽然有挑战，但是我现在学会了靠主喜乐。弟兄姐妹，这是哪里的经文你知道吗？腓立比书。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他们鼓励说，我靠主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弟兄姐妹，你靠自己喜乐不起来的，可是你只要靠主不断的转向，用他的方法，不要用你的方法，你就知道耶稣对门徒所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对不对？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我们拥有属灵的权柄，你有没有用属天的方法去用呢？还是你仍然是用属人的方法在用？当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是否我每天在做的事情也是跟着主做一样的事？我做的事情是不是上帝所在意的事，还是我只是做我自己在意的事？第三，因着耶稣，我们领受了上帝国的应许跟福分，目标是什么？我不仅是要自己得丰盛的生命，神应许亚伯拉罕成为万国的祝福，耶稣应许他的门徒要领所有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那我们呢？如果没有自诩是上帝国的百姓，可是我们眼睛就只能看自己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只有空有上帝国的儿女的名分，可是我们却没有经历上帝国福音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扩展。弟兄姐妹，那就可惜了。愿主真的帮助我们，当我们有神的方法，有神的眼光，你看你的孩子会不一样，你看你的家人会不一样，你看你现阶段的处境会不一样，因为上帝会赐给你他对你的眼光。等一下我们要唱这首的回应的诗歌，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唱，但是这首诗歌其实是我内心当中觉得非常感动的一首诗歌。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说，不管你现在的环境是如何，或许你现在夫妻正面对挣扎挑战，或许你一直说我们的家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基督徒家庭应该要有的样式，我的孩子对信仰没有兴趣等等，或者是你的家有经济的问题跟困难。但这首诗歌说，当我遇见你，我的灵会快乐，我真实遇见你，我会明白你与我同行，你爱我到底。特别他的副歌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很好。如果你是那一个在夫妻当中感受到冲突所带来的压力困难的时候，当你在羡慕别人的太太很温柔，当你在羡慕别人的丈夫很有担当的时候，神要你把你的眼光拉回来，回到上帝所量给你的地界。神量给你的祝福就是在你的先生，就在你的太太，只不过过去你不知道该用神的方法去经营，该用神的方法去建立神所喜悦合神心意夫妻的关系。当你懂得回到神的面前，神量给你的地界，你就会说那是最美的祝福。因此我们会经历在神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有永远的福乐，因为他是我们的主，说的好处不在他以外，遇见他我们就会有幸福。我们一同来起立好不好？来唱这首的诗歌，
想想你跟神相遇是什么地方呢？当我遇见你，使我夜间歌唱，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同在，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全人安然居住。你是我至宝，我最深的喜悦，全心仰望依靠，我便不致动摇。你与我同行，你爱我到底，这一生有你真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的地界，坐落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领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在你面前，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的地界，坐落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领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亲爱的弟兄姐妹，身为神的儿女的你认为你是幸福的吗？或许当我们在面对问题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被遗弃的那一个。或许许多时候，当我们被过去的自己，或者自己的个性，或者自己在过往在处理事情当中，我们还是用自己的方法，我们仿佛在把神所给我们的方法，耶稣告诉我们的福音放置在一边。所以以至于我们虽然空有基督徒的身份，可是我们却常常没有办法明白什么叫做真的满足的喜乐。诗歌再次提醒我们，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当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回应他的呼召，用他的方法离开我们原来所依靠的，在神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在这地方，牧师要邀请我们大家，宗教改革为人类的历史，为基督的福音带来彻底的改变，彻底的转向，以至于让蒙羞的福音重新蒙尘的福音再次的重新被擦亮。因此，当我们每个人生命能够真的愿意在这位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摆上生命作为代价替赎回来的救主的面前，我们能够再次把自己生命要回转归向他的革新摆在他面前。当我们愿意跟神说，我愿意把我自己过去依靠自己的我要放下，我要把你放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生命当中唯一的至宝。弟兄姐妹，神的方法，神的圣灵就要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走他合心意的路。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在待会在开口为自己的祷告的时候，把我们生命当中愿意全然把主权交给神的地方，我们全然的摆上。今天晚上就要让圣灵再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导我们回到神的呼召，回到神的应许，回到神的方法。弟兄姐妹，上帝对你的计划远远超过你所明白。我们一同来为自己来祷告。天父神在你面前，主啊，承认我们是一个悖逆的，我们是一个仍然在生命当中可是仍然依靠自己，不依靠神。我们爱自己更胜于依靠神，我们甚至相信自己更胜于相信神。我就如同浪子一样，我们明明有上帝与你的尊贵身份，可是我们却活得像一个孤儿一样。主啊，恳求神你的圣灵再次光照我们的心，再次让我们明白神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出于神你自己看我们。神你愿意为每一个神的儿女付上极大的代价，为了把我们从罪当中挽回，为了恢复我们起初神你创造我们尊贵的身份，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依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属灵的权柄，做跟耶稣一样的事。主，我们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我们深信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我们甚至知道神你对我们自己美好的心意，我们甚至也在圣灵的工作当中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真实的本相，甚至我们的无能为力，是因为我们不断的靠的不是神你给我们的方法。主啊，当我们愿意再次谦卑于你，当我们再次愿意转向于你的时候，主啊，你的应许如此的明确，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啊，当我们凭着信跟随，凭着信回转，凭着信我们舍弃，凭着信我们顺服于你。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上帝真理的带领，福音的救赎，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各种的困境当中，让我们看到生命真实的盼望。因为你量给我们的生命何其的美好，当我们遇见你，就遇见幸福。愿神你自己亲自的恩待，就如同当在500年前，当在整个基督教的世界，整个教会失去基督的形象，失去福音的能力的时候，当这一些宗教改革家他们的心与你相遇的时候，神你把福音的大能放在他们的身上，叫他们刚强壮胆，靠你站立，叫他们把福音真实的真理带到人生命的当中的时候，主啊，你翻转了这个世界。主啊，我们相信你能够翻转这个世界，你当然可以翻转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主啊，愿我们一次又一次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主啊，神迹奇事就要在我们当中来开展开来。愿神你自己的爱充满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的当中，如同你起初爱我们一样。谢谢你，遇见你就遇见幸福。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交托仰望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请敬拜团继续从头唱这首歌，然后我们要继续在2个祷告当中回应我们今晚所领受的信息。今天永恩牧师让我们反省，在亚伯拉罕的呼召还有耶稣呼召门徒当中，我们都学习要从旧有进到新的里面，要舍弃进入，要放下，然后再有所领受。我们上个礼拜天主日信息，基督徒的真自由。宗教改革最重要，马丁路德让我们反省一件事情：什么是我们的真自由？就是我们看到他们给我们这些信仰伟人的榜样，都是离开了、舍弃了他们的自由，进入并且领受他们从主来、从上主来的不自由。求上帝帮助我们思想我们生命当中，不论我们现在在什么处境，什么是我们的自由，什么是我们的不自由。
我们上个礼拜天在信息当中说，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你不是自由的，你是有选择才有自由。求神帮助我们成为真自由，因为就像今天尤牧师所分享的，对上主的信，对耶稣基督的信，帮助我们愿意为主做拱廊，我们愿意为主做拱廊，真实的从自由进入不自由当中。第二个祷告，我们要求神继续把这样的一个心智，特别刚才尤牧师提到在祷告当中的遇见，如果不是这些人在祷告当中的寻求聆听，然后真实的悔改，那个悔改不是只是知道自己错了，还要带出行动。所以有没有一些事情，有没有一些人，你知道我们需要跟他和解，你知道我需要有一些改变，我有选择的自由，我可以不去做，我可以去做，但是我愿意为主成为那不自由的。是什么呢？是要去做一个道歉吗？是需要做一个问候吗？是需要有一笔奉献吗？是需要有一个什么呢？是需要一个舍弃吗？求上帝帮助我们。这时候我们请敬拜团从头唱一次这首诗歌，然后我们在祷告当中，你把自己再次放在主的面前，为自己来祷告，让我成为真自由的人，以至于我领受那祝福，能够带出祝福。姐妹在祷告当中去思想，什么是你的自由与不自由？什么是你需要舍弃、放下的？是什么要让你进入的？不是只有年轻的人，对70几岁的亚伯兰，他也面对同样的邀请。神让你想起谁，是你需要做出那个悔改的行动呢？你需要向谁道歉吗？你需要做出一件什么事情，证明你真的在主面前有那个更新的心智？是回应一个服侍的邀请呢，还是回应重新跟随主的呼召？还是重新再次对那个上帝有信心，知道纵使现在的事情我不明白，但主你一切都掌权。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今天晚上的信息，当我们听见神的话，当我们也在祷告当中回应神，我想我们真的需要上帝的爱，借着耶稣基督救恩再次鼓励我们。哥林多后书第5章，保罗鼓励我们说，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为他替我们众人死，是为了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要替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赐给了我们。当保罗用这样子的话不断的鼓励神的儿女的时候，弟兄姐妹，神再次对我们发出邀请，常常在基督的爱当中被主的爱所激励，以至于我们才有足够的爱为主而活。当我们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众人美好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对我们每个人永不改变的慈爱，圣灵上帝的安慰、鼓励、扶持跟帮助，就如同当初与宗教改革家在面对黑暗的世界，仍然不断的鼓舞他们回应上帝的呼召，活出神所喜悦的旨意。他们所带来世界的改变，是上帝恩典奇妙的作为。同样的，也在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当中，当我们转向神，我们的生命的黑暗就要除去，神的福音就将彰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神，我们今天晚上的培灵会到这里结束。圣愿今天晚上透过永恩牧师的信息，让我们得到真自由，并且成为蒙福的人。跟你旁边的说，你是蒙福的人。然后再跟另外一边说，也要使别人蒙福。但是呢，我们如果像今天晚上的，好像很委屈，对不对？好像就是我们都要一直进入不自由哈。明天他会给我们重要的关键，因为上帝的爱会让我们得释放哈。我刚才有问永恩牧师说我要怎么介绍你，他说不要，都不要介绍，就说2个孩子的爸这样哈，2个漂亮的女儿的爸爸这样哈。但其实我对他的认识是就 boy 所以那个爱的真谛，明天用爱成全的福音，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领受哈。所以欢迎大家明天再次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主日领受明天的继续第2场的培灵会。那徐牧师有没有？好，那我们就起立一起来互道平安，平安。